16歲、14歲、17歲，一個禮拜有250蚊左右，50蚊左右啦，要慳住使咯。我覺得唔夠。錢呢啲梗係唔夠使㗎啦。一個經常討論嘅問題，零用錢幾多先夠？為咗了解同學仔對錢嘅真實諗法，大會設計咗呢個匿名討論遊戲，攞正牌講錢，唔怕傷感情。咁我零用錢係每個星期500蚊嘅，呢嚿錢就係幫我生存唔係生活咯。零用錢想加到幾多？點解？70至到100蚊，儲蓄嘅話，第時大個可以有自己嘅新生活。600蚊咯，儲錢買相機，俾生活上面多一個樂趣。你要我俾個數你的話，1萬。我師姐大癲喎！環遊世界，睇下呢個世界點樣先。你哋覺得自己識唔識理財？我應該會係睇咗個價錢先，睇下佢貴定平啊，唔係要買而買啊。我真係唔係亂咁使錢，我真係有度過諗過先去用呢一嚿錢嘅。咁爹哋媽咪理財又叻唔叻咧？我覺得喺理財呢一方面咧，我係叻過媽咪嘅。手又淨係得一對，點解要買10幾個袋先？環保袋、飯盒袋、化妝袋，差唔多啦。我覺得媽咪係非常大使嘅人，琴日又買，今日又買。咁琴日買完餸，今日都要買嘅。為咗令父母了解下仔女真正諗緊乜，節目組仲瞞住大家，邀請埋家長一齊入嚟討論。心你識賺錢，如果冇計劃咁使錢，咁第時點算啊？如果由你決定零用錢點樣用，你會點部署？即係買自己中意嘅嘢，可能買樓啊，即係可能。啱啊，佢真係你老豆嚟嘅。各位觀眾 ，Jaden 爸爸。但係想喺一個範圍裏邊咧，佢學識點樣將呢一嚿錢買佢需要嘅嘢或者想要嘅嘢咯。聽講 Jaden 你有個故事喎。今日係媽咪同埋阿妹嘅生日，我同哥哥就準備買嘢送俾佢哋。即係我買咗時間，咁剩翻可能5蚊啊、10蚊啊，掟啲散銀啊同埋錢入去，每咗1個月。真係儲夠錢咁叻。最後都係唔夠嘅，咁都要爸爸出手。討論時間結束，不如直接俾同學仔見兩位神秘家長啦。最深刻嗰個係，我估唔到係佢講嘅喎，原來嗰句嘢。經過今日呢個遊戲，發覺佢嘅思想就係成熟咗好多嘅。我想喺佢心目中係即係大個仔啲。嗱，而家俾個機會你，關於零用錢，你最想同父母講嘅係？成日話我唔識得管理零用錢，最好嘅學習係俾我自己去揾方法，自己去試，自己去負責。我而家多啲零用錢都唔代表我會亂咁使㗎。成日都話大個先可以話事，咁幾時先大個啊？如果我有自己戶口嘅話，每個月儲少少錢的話，咁我會有種好似掌控緊我自己人生嘅感覺。點解18歲先可以開戶口啊？邊個定㗎？唔俾機會仔女放膽講，又點會知佢哋對錢已經超有諗法？要學識理財，唔試又點會識啊？即刻用手機幫仔女開個匯豐天使戶口，俾佢哋親手管理自己嘅錢。而家開戶仲有機會兼享高達10%額外港元儲蓄存款年利率，登記埋 PayMe 仲賞你總值港幣100蚊折扣優惠券。匯豐天使超前理財 ，Ready 未來。
You only have tea. I will go to 7-Eleven.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It's your slippers. Americans so fucked up. It's fucking rude. It's just like Mexico. Where is it? Huh? Where is it? US. So fucking narrow.
完件衫仲有陣清新香味。秘訣係洗衫嘅時候用咗佢。我將用咗 Laneige 全新抗皺系列衣物清香珠啫。佢哋專係為室內晾衫同埋運動衫而專用嘅，仲有72小時抗菌抗臭能力添啊！用法超級簡單，洗衫只需要2個步驟。第一步放入洗衣膠囊或者洗衣液，第二步倒1盒 Laneige 清香珠，2步就可以令啲運動衫抗菌抗臭，仲可以持久清香添。Laneige 衣物清香珠可以令衣物持香咁耐，係因為佢哋用咗日本嘅專利鎖香技術，香味咧會隨住衣物摩擦嘅時候散發香味，特別係做完運動喐動多嘅時候，會令到香味 keep 住散發，令件衫更加香啊！對我呢啲爆汗嘅運動人嚟講，自從用咗Laneige嘅抗臭系列，終於可以 workout 完直接見朋友，唔怕臭親佢哋。簡單2步就可以令到運動衣物 keep 住清新。新推出仲有清新系列，而產品會喺各大超市同埋 P&G 正貨藥房有售。下次洗衫就試下用洗衫2部曲，令到件衫隨時都咁香啦！請注意路線。